台東縣長姚慶玲伊透過影片參與了被認為叫做中共統戰平台海峽論壇，所以伊即馬面對的是內政部要他查處咯。國民黨立委洪明凱出面啊，伊講這冤枉啊，伊認為姚慶玲只是想要鬥三工來推銷農產，但是煞總去扣一頂紅帽啊。不過陸委會主委區推正伊就質疑，為什麼你就非得一定愛佇個統戰平台來賣咱的農產？唉，又有人被帶走了。現在是時候做出改變了。話講中國人愛改變，國安局最近設一個中國人的聯絡單位，各個對話的人提供中共內部的情報資料，和中國國台辦正生氣。以大陸為目標，進行情報竊取和滲透破壞活動，升高兩岸對立，提供情報構成犯罪的，有關部門將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中國國台辦話中國人唔通輕舉妄動，陸委會時回應講，這裡各國已經做真濟檔的機制啊，國台辦無需要大驚小怪，更無應該用這個恐嚇向台灣提供資訊的人。實際上，中國這邊冇真濟動作。舉辦的海峽論壇為2012年馬政府時期就被認定是統戰平台，不過台東縣長姚慶玲卻是透過錄影出現在會場。陸委會認為涉嫌違反兩岸條例，甲中共黨政軍合作的行為，會依法調查。好像只要跟他們不合他們的意，都有可能被扣上統戰的紅帽子。但是姚慶玲縣長把台東最好的釋迦、台灣最好的農產品給推銷出去，幫地方的農民朋友找生計。你平時都可以去包括中國大陸、包括港澳、包括其他的海外市場去促銷，為什麼很偏執的一定要在這個統戰平台去銷售？姚慶玲在年初，那他也曾經有一個違規，就是說他去中國大陸，那他擅改行程，見了這個宋濤。國民黨立委為共黨的縣長話冤枉，不過陸委會嘛講姚慶玲違規已經不是頭一擺啊，這擺嘛依照調查結果來處理。